歡迎收睇時事中國。北京上個月底放寬樓市限制措施，包括對非戶籍家庭嘅置業限制。有地產代理話，唔少準買家因為咁提早入市。駐北京記者魯卓敏報導。以往非戶籍家庭要喺北京市五環內置業，必須先繳交3年社保或者個人所得稅。隨住限購政策嘅放寬，呢一批人淨係需要繳納2年社保或者個人所得稅，就能夠購入五環內嘅物業。至於五環以外地區，繳稅年期就由2年減到1年。有喺北京打工嘅外省人話，舊年開始繳交社保，原本要到出年中先有資格喺北京置業，但係喺新規之下可以提早到今年上車。實際上，我就可以盡早的在北京安家。相當於是真正的就是安家落戶在北京了，這種感覺是不一樣的。之前都是飄在北京的。另一方面，育有2名子女以上嘅京籍家庭，而家最多可以買3套住房。喺新規之下，非京籍家庭淨係要連續交咗2年社保或者個人所得稅，最多亦都可以買2套住房。朝陽區呢一間地產公司負責人話，喺新政推出之前，準買家入市會比較審慎，但係最近有明顯轉變。今個月喺網上查詢同埋睇樓嘅客人都有所增加。然後新政之後的話，因為帶了一些這個政策上的一個利好嘛，然後現有的這個房源也有可挑選的餘地，看到比較合適的，可能相對來說的話，做決定的話也會相對快速一些。從目前的這個成交因素上來看的話，最近成交的房源價格上還是比較穩定的。新政策仲涵蓋喺信貸同埋公積金貸款方面嘅調整，希望令更多北京民眾買到樓。無線電視駐北京記者魯卓敏報導。大灣區工商界高峰論壇及交流會首次喺廣州南沙舉行，近1000名政府、商界等代表出席，探討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新型工業發展，同企業拼船出海機遇，建設全球領先嘅產業集群。香港工業總會將會同8個機構同企業簽訂5份合作備忘錄，促進商貿合作，同協助企業落戶本港。奮力實現15+5良好的開局。香港特區政府正積極地推展各方面的工作，包括已於去年12月就香港的新型工業中長期的發展展開這個研究。我們要探討如何主動對接15+5，融入國家新型工業化整體的佈局。在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中，發揮這個獨特的作用，服務國家的高質量發展。連接深圳至江門嘅深江鐵路預計2028年通車，近日正係施工嘅珠江口隧道挖掘工程再有進展。由中國自主研發挖掘海底隧道嘅專用盾構機深江1號，近日喺珠江口海平面下109米深嘅珠江口隧道施工，完成第2000環管片拼裝，標誌住深江鐵路珠江口隧道虎門段嘅挖掘進度突破4000米。盾構機能夠一邊挖掘，一邊用石屎管片支撐隧道。珠江口隧道全長13.69公里，被稱為粵港澳大灣區嘅地下紐帶，深度達到116米，相當於30幾層樓咁高，係世界最深嘅海底高鐵隧道，亦都係深江鐵路建設當中比較困難嘅一段，要穿過15種地層以及35條斷裂帶，施工難度同風險都極之高。後續預計2026年年尾之前完成盾構段，即係鑽挖式嘅隧道挖掘。2026年，我們將按照工作計劃繼續推進安全施工、規範施工、高質量施工。深江鐵路全長大概116公里，連接深圳、東莞、廣州、中山、江門5個城市7個火車站，設計時速200去到250公里。起好之後，由深圳西麗去到江門1個鐘頭之內就到，比目前慳翻近一半嘅時間。無線電視記者鍾卓希報道。中國東北地區再受冷空氣影響，星期5開始降雪增強，而南方普遍回暖，不過粵北持續寒冷。中央氣象台預計內蒙古、河北同埋東北地區局部地區有小雪至中雪，
至於廣東地區大部分時間晴朗，氣温介乎6度至18度之間。聽日會再逐漸回升，但粵北星期六會有5度以下嘅低温，局部有霜凍，而且日夜温差大，提醒民眾要注意保暖。內地北方寒冬時節，農村多用煤炭取暖。近年為咗推動清潔能源改革，改用天然氣。不過河北嘅農村有唔少村民因為天然氣嘅價格太高，唔夠膽開天然氣取暖，事件引發關注。都不開暖氣，凍着呢，能凍着吧？呢一度係河北農村，唔少長者趁天氣好喺路邊曬太陽。近1個星期，呢一度嘅最高氣温都低過10度，而最低氣温跌到0度以下。就算係咁凍，9成嘅村民都唔願意開天然氣取暖。都不燒氣了，現在他是老百姓啊，沒有這個來源，靠邊種點地，燒的不多，燒氣些。村民都話燒唔起嘅天然氣究竟有幾貴呢？這兒好像是3塊1毛9吧，是挺貴。好多你看這會兒，你看遇到有的家裡面日子不好過的那些，你看有的都是插着電褥子，等到呢受不了了，這才這個用天然氣。內地傳媒話，按村民居住面積大約1000平方尺計，天然氣取暖一個冬季大約需要4000到1萬蚊人民幣。但係佢哋2024年人均收入只係得大約22000蚊人民幣，即係天然氣取暖會用咗佢哋全年收入嘅3至5成。收入微薄嘅長者只能夠燒柴或者燒煤。河北2013年開始透過政府補貼推動天然氣取代燃煤供暖，以減少大氣污染。近年環境改善成效明顯，但係補貼就減少或者取消。事件引發廣泛關注。央視評論話：環保唔能夠犧牲民生為代價。新華社評論就指出，農村採暖既要計環保數，亦都要守住温暖線，保障低收入群體温暖過冬。無線電視記者劉慧儀報道。第24屆吉林松原查干湖冰雪漁獵文化旅遊節開幕，開幕嘅現場展現咗東部技藝，而頭魚拍賣更加以近170萬人民幣成交。開幕活動喺吉林省松原市查干湖舉行，漁民喺冰面作出冰洞，將長達1000米嘅大網送入去冰下面，再用幾匹馬拉動絞盤，慢慢咁收網。大批鮮魚躍出冰面，呈現冰湖騰魚嘅景象。我先開始繞了一圈，看着那個有魚啊，還有這個非常到位。被捕撈出嚟嘅魚就好似魚場咁放置喺現場，等顧客挑選之後就會發放去各地。現場最有氣氛嘅係頭魚拍賣。頭魚即係鰻魚，喺當地被稱為半頭魚。喺東部時候第一網捕撈到體型最大嘅魚，寓意獨佔鰲頭，年年有餘。今年嘅頭魚重達38斤。京東169萬99993次。我們能以169萬的價格拍到這條頭魚，拍到這份幸運回去，非常的興奮。據報拍賣頭魚所得嘅錢會用喺查干湖生態保護、魚苗增殖放流同埋水質維護。查干湖係中國10大淡水湖之一。每年12月至到第2年嘅2月，湖面冰封，當地會透過冰下走網嘅方式去捉魚。而東部歷史可以追溯到遼金時期，到而家呢個傳統習俗已經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道。呢節時事中國講到呢度。